来，乡亲啊，继续来看美国去年底同意要甲14组的陆上机动布雷系统卖予台湾，就是要予台湾铺出一长条的地雷区，安尼若有敌人要登陆台湾，会当拖延因的时间。也毋过引发着质疑咯，讲安尼一来，恐惊会予台湾变做一座的地雷岛。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就坚决来反对，讲美国伫台湾按这个本土的这个安地雷哦，伊是非常的反对。伊讲伊是大人迄辈，都有人因为打着地雷断骹断手，讲遐个人即马拢还阁地雷。啊，陆军今仔日回应咯，讲台湾哦未变做地雷岛，因为所采买地雷是迄种反装甲的阵风雷，毋是针对人员的杀伤雷。陆军讲，因会用上负责的态度，上少的人员误伤的状况下，妥善来使用。地雷瞬间引爆，战车虽歹去，未来想要登陆台湾的敌军的战车，卖像安尼，是讲引起在野党立委的烦恼。当年今摆情形会伫台湾历史重演，坚决反对哈！美国就是我们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本土上面布，我爸爸的这个同学啊，就是不小心误踩到地雷，所以就脚断手断。这是面对敌军侵略的时候，快速建制反应，阻止敌军登陆滩头的一个系统。美国伫去年底同意以新台币差不多是55亿4千万，买台湾14座 M136火山陆上机动布雷系统，会使铺出一条长1100公尺、宽120公尺的雷区，会使阻挡敌军的推进。战防雷基本上讲，整体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必须在特定的压力下才可以爆。不管是兵工单位的人员或者说工兵单位他们不会也没事不会去战防雷跳。某人咧烦恼讲，恐惊会让台湾变成地雷岛，会去伤到平民百姓，违反到渥太华公约。会不会变成地雷岛这个议题答案是不会的。有智慧型的定时自毁，还有易于辨识回收，还有可以快速机动布雷的这几个特性，我们会用最负责的态度，在作战最大的成功公算和最低的人员误伤状况下，来做好这次这个系统的使用，也请国人支持。专家嘛建议讲，陆军会使甲美国方面提战风雷的测试影片，降低民众对未来有可能去打入地雷造成死伤的烦恼。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